英國最新嘅租務條例 Renters' Right Act 絕對係屋主收租新時代嘅警號，為私人租賃市場帶嚟結構性嘅變革。取消固定年期租約，取消無罪驅逐，租客死賴唔肯走，房東無奈難出手，加租受限，面對租金波動，現金流難以預計，利率、維修成本節節上升，面對新時代唔變就會輸。一於轉危為機 ，Supported Living House 長期合約保障，認可機構專業管理，可靠穩定嘅現金流，徹底告別租霸煩惱，輕鬆應對新法例轉變，無需擔心租客走數，租金定期準時入帳，投資社會價值同時並存。英國 Supported Living House 項目受政府及社區支持，租源穩定，租金每年跟通脹調升。時代變遷，投資策略一定要升級。與其被動等風險，不如主動鎖定回報。想了解多啲，揾千居傾下。